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嘅體育頻道。想到最嘅體育資訊呢，記得訂閱頻道啦。各位曼聯球迷，大家最唔想見到嘅一日，可能真係就快到啦。我哋嘅傳奇中場卡斯米路勝場好大機會離開奧托福。咁問題就嚟啦，佢留低嘅中場大窿究竟應該點樣填補？今次我哋唔係齋吹，我哋會用數據說話幫曼聯計價，睇下邊個先至係真正嘅最佳接班人。冇錯，你諗下呢個絕對唔係普通一個空缺咁簡單。卡斯米路係成條中軸嘅靈魂人物，佢一走，成隊波嘅攻守平衡隨時會冧檔。所以揾間接班人唔單止係填補一個位，更重要嘅係要為我哋嘅天才新星明尼 Kobbie Mainoo 揾一個完美拍檔。呢個決定可以話係直接影響曼聯下個球季成敗嘅關鍵所在。好，要揾接班人，我哋首先更是要睇下份招跑廣告嘅要求有幾高啦，係咪？卡斯米倫留低嘅標準就係我哋衡量所有候選人嘅一把尺，佢究竟有幾勁？廢話少少，我哋直接用數據嚟睇。哇，你睇下呢個分別。當下喺場上面，曼聯平均要成110分鐘先會失一次波，但係只要佢冇喺度，呢個數字就差水地咁跌到得翻31分鐘。換句話講，冇咗佢，條防線失守嘅機會率係足足高出3倍幾啊！呢個就係佢喺防守上幾乎冇可替代嘅價值。嗱，呢組數據呢，就係卡斯米路嘅成績表。好，為咗俾大家感受下呢個任務有幾咁難，你哋一定要睇下呢個數字99.6%啊！喂，99.6個百分位，呢個係咩概念啊？我同你講，意思就係你將全歐洲頂級聯賽所有中場球員擺埋一齊，每100個入面，可能得1個人喺搶翻個波呢方面嘅能力可以同佢比下，甚至可能1個都冇啊！你話誇唔誇張？呢個就係世界級防守屏障嘅標準，所以話邊個想接佢班都要面對呢個高度離譜嘅標準。而且佢唔係死手難受，佢嘅雙向傳送一樣係頂級水平，所以你話要揾人填補呢個空隙，個難度有幾高？有句說話我覺得形容得好貼切，就係呢句：卡斯米路負責獵殺，明路負責建設。呢個完美解釋咗佢同明路 Kobbie Mainoo 嘅合作關係，一個係獵人，一個係建築師。卡斯米路負責去獵殺，搞掂對手，搶翻個波，然後明路就可以安心去做建設，組織公式，分工非常清晰，一個破壞，一個創造。所以重點嚟啦，當卡斯米路離開，曼聯失去嘅絕對唔只係一個防守屏障咁簡單。第一，佢哋失去一個穩定嘅中場要槽點。要知道，佢經介入場5槽，對一個防守中場嚟講係非常之難得。第二，更加重要嘅係，佢係史朝戰法嘅核心，無論你係進攻定防守，佢嘅頭錘同埋指控力都係全隊嘅重要武器。好，我哋明咗卡斯米路有幾重要啦。咁朝會計劃係點呢？我哋即刻路正題睇下佢哋個接班人藍圖。呢張就係我哋嘅換人藍圖，你睇下，一個滿美嘅接班人有2樣嘢要做。第一就係保留，即係要做到卡斯米路嘅防守貢獻，搶波要夠狼屎，身體對抗要夠應性。但係仲有一個更重要嘅任務，就係要幫曼聯升級。升級啲咩？就係升級佢哋最缺乏嘅嘢。一係俾人逼搶之後，有能力帶個波空線傳推。二，為成個混亂嘅中場帶嚟更加穩定、更加清晰嘅控制。不過呢，雖然名單好長，但最新嘅風聲話，曼聯已經鎖定咗3大熱門，而呢3個人可以話代表緊曼聯未來3條完全唔同嘅路。好，我哋即刻入正題。第一個回合，我哋就嚟比拼最應潮應馬嘅功夫防守。我哋將幾位熱門搶帥，包括安迪遜、東納利同巴利巴嘅數據全部擺上台，同卡斯米路嚟個正面 PK， 睇下邊個先係真正嘅中場走入雞。哇，等等，呢個結果有啲爆冷喎。新能嘅安德遜喺總防守次數上，竟然超越咗卡斯米路本人，仲要多咗成30次，更加遠遠拋離東納利同巴利巴。單睇數字，佢簡直好似一部防守機器咁。但問題係，次數多喺咩面就代表咗數一定好呢？哇！你睇下卡斯米路99.6個百分位嘅多回球權數據，
大佬，呢個簡直係防守中場界嘅天花板嚟㗎啦。而安達臣呢，佢嘅90點暗都非常之亮眼，證明佢絕對有能力喺中場做秀檔。但係最有趣嘅係華頓，你睇佢搶波數據唔係最頂級嘅批，但佢哋對抗成功率竟然仲高過卡斯美路。呢個代表啲咩啊？代表佢踢波唔係靠死纏難打，而係靠佢個腦，靠聰明嘅選埋同預判去贏翻個波。不過，現代足球嘅防守中場，或者我哋講嘅6號位，唔可以淨係識到破壞，搶翻個波之後點樣處理？呢個就係我哋要睇嘅第二個重點：組織同傳球能力，因為佢哋先至係全隊由守轉攻嘅第一個發動機。哇！睇到呢組數據，水晶宮嘅蛙騰就完全展示出佢嘅另一種風格。你睇佢喺向前傳送同創造機會嘅數據上，竟然全面超越卡斯穆路。呢個說明啲咩？說明佢唔單止係一個防守者，佢更加識一個墮後嘅司令塔，能夠喺後場就發動致命攻勢。呢句專家嘅評價可以話係一針見血，一個更乾淨利落嘅選擇，控制節奏而唔會假應力。華頓踢波就好似一個好冷靜嘅指揮家，唔會胡亂冒險，而係用最簡單、最有效嘅傳球去控制全場節奏。佢嘅作用就係喺混亂嘅中場暫停入面帶嚟秩序同埋理智。好，我哋先嚟一場英超內部對決。左邊水晶宮嘅華吞，右邊森林嘅安達人，兩個完全唔同嘅 style。華吞就好似一個中場大師，好冷靜，用傳球去控制成場比賽嘅節奏。而安達人呢，就係一個能量澎湃嘅發動機，佢最大嘅賣點就係曼聯最需要嘅抗入破同埋大波衝刺能力。咁除咗英超呢兩位，仲有第三個選擇，一個可能係最平衡嘅選擇。紐卡素嘅東拿里，佢就好似一個混合體，佢有卡斯米路嗰種鋼鐵意志，夠認證，但同時佢又有組織能力，識得控制節奏。可以話係一個將硬度同技術結合得最好嘅選擇。我哋再睇下另一位候選人布里吞嘅巴里巴，佢嘅數據可能冇安德臣咁搶眼，但係呢張熱圖就講咗另一個故仔。你睇下啲紅色同黃色區域，呢啲係佢喺球場上最活躍嘅地方，幾乎覆蓋晒成個中場。佢唔係斜去做等人嚟，而係用無控無陣嘅跑動去破壞對手，係一個活力十足嘅掃蕩者。當然啦，買人心係要錢嘅，仲要係好多錢啊！根據報道，好似安達臣呢種頂尖嘅英倫前嘅股，轉會費隨時去到8000萬鎊。你冇聽錯，呢筆錢對球會嚟講，絕對係一個需要計清計數嘅重大投資。好啦，分析完咁多數據同埋佢哋各自嘅特點，終於都係時候要結合我哋嘅最終裁決，綜合翻我哋之前嗰個換人藍圖，究竟邊一個先至係最適合曼聯，邊一個先至係可以帶領球隊中場重升嘅嗰個人呢？我哋會由第3位開始倒數，一步步咁揭開或照我哋心目中嘅排名。喺揭開之前，大家不妨都估下，最後坐上冠軍寶座嘅會係邊個呢？好，我哋嘅第3位就係東拉尼。點解係佢？因為佢最大嘅優點係即買即用，有晒頂級聯賽經驗，同埋一個好似唔識攰嘅影情。但係佢嘅弱點都好明顯，就係防守數據上唔夠突出，未能完全符合我哋講嘅保留卡斯米路防守強度嗰個要求。所以話佢係一個好可靠嘅選擇，但可能並唔係一個可以真正改變戰局嘅答案。嚟到第2位，我哋揀嘅係阿詹華頓。點解？第一，佢係一個有頂級傳球能力嘅指揮官，可以即刻提升成隊波嘅控場同抗入能力。第二，佢聰明嘅防守方式令到佢嘅對抗成功率非常之高。簡單嚟講，佢唔單止可以幫球隊升級，仲可以保留到防守嘅穩定性。所以嚟到我哋嘅首選，取代卡斯米羅嘅最佳人選，我哋認為係安達臣。點解？因為佢真係完美符合我哋個星期藍圖。佢就係曼聯夢寐以求嘅嗰種跑手，可以用個人能力去改變成場比賽，而且佢搶翻個波嘅能力亦都極之長，防守絕對有保證。唯一嘅問號就係佢可唔可以成為一個控制比賽節奏嘅大師呢？
呢樣嘢可能就唔係佢嘅天性啦。好，我哋嘅分析就嚟到呢度。但其實揾到一塊硬嘅拼圖，永遠都只係第一步。真正嘅考驗係，無論好最後加盟嘅係邊個都好，曼聯班新嘅管理層到底有冇能力去圍繞住呢塊核心，建立翻一個真正有結構、有平衡嘅中場體系呢？我想呢個問題嘅答案，先至係真正決定曼聯未來幾年究竟係繼續亂落去，定係可以重返巔峰嘅關鍵所在。你要點睇呢？奧頓係咪真係曼聯嘅答案，定係你覺得仲有其他更強嘅人選？喺下面留言同我哋知你嘅諗法啦。多謝收睇。